由维吾尔学院牵头与来自世界各地的东突厥斯坦组织合作，举办了题为维吾尔人面临的种族灭绝与民族生存斗争的研讨会。来自世界各地的非政府组织代表、学者和土耳其政党代表参加了9月17日至18日在伊斯坦布尔绿园酒店举行的会议。会议的主要议程是中国在东突厥斯坦实施的种族灭绝，与会人员讨论了应采取的工作和行动。美国总统拜登表示，如果中国入侵台湾，美国军队将会包围台湾。拜登总统在这个问题上最明确的声明引起了中国的愤怒回应。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北京的一次例行简报会上说，拜登的言论向台独分裂势力发出了严重错误的信号。他说，中国对拜登的言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并已对此提出了严正交涉。据说，吉尔吉斯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卡穆奇比克塔西耶夫与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蔡穆明亚基姆夫在塔吉克斯坦举行了会晤。会议期间，双方就9月16日16时宣布停火后的撤军和稳定局势签署了议定书。在冲突中，双方大约有100人丧生。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和波兰共同决定不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申根签证。欧盟上周达成协议，从9月12日起暂停与俄罗斯的签证便利化协议。随后4国在联合声明中宣布将全面停止向俄罗斯公民发放签证。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在纽约与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外长举行了三边会晤，强调两国之间的冲突应该停止，并鼓励两国外长在9月底前再次会晤。